继续来看这件涉嫌甲一岁半小男童揩虐待到死的迄对姓刘的年母姊妹啊，日前各方发现毛共虐待另外2个小男童，一个当时只有1岁，另外一个才5个月大。检察官用伤害罪将2姊妹起诉。台北地方法院早起开庭，法官问2个人是毋是认罪。这个姐姐认其中的一件妨害自由，若妹妹坚持不认罪，态度也是真硬斗。一前一后，叫法警带到监修车，姓刘的林母姊妹党涉嫌甲查甫囡仔揩凌迟到死，后续各方也料出，佫认为查甫囡仔受害，法院今仔日透早佫提审2人出庭。定期回报互揩家属的相片内底，就捌出2位囡仔兄身影，一个1岁，另外一个敢若5个月大，所以敢若叫林母2人要求做不合理的动作。检察官以伤害等罪嫌起诉姓刘的林母姊妹兄。今日透早规定是林母阿姐消散落魄，小妹是人规头长白皮，看起来要死动海。法官问2人敢有认罪，阿姐敢若认其中1位查甫囡仔妨害自由的部分，小妹态度是硬扁扁，拢无承认。2人对赔偿的问题讲，佮需要和律师佮处理人讨论。顶个月19号开案开庭，民众拢真生气，伫咧欢喜路口大声喊口号。如今佫侪受害囡仔红压出来，毋过林母2人态度敢若嘛是拢无感觉亏欠。是他从头到尾是都没有跟家属有做过什么道歉之类的问题的。他们想要提出这个和解的问题，也只是想要减轻量刑嘛。被告只就强制罪部分认罪，并不是全部认罪，可能会被认为饭后态度不佳，在量刑时会有加重的可能。林母姊妹啊，防指控真济恶行，那还是揩无辜性命，其他叫苦斗的囡仔心情嘛无法度平复。案件进入审理阶段，法院会继续看各种证据，互囡仔和家属一个公道。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